超过100万粉丝的超人气插画角色家波，6月上午伫星光3月中山店12楼来正式开展。这摆搭配着全台唯一的沙米期间限定景点毛毛虫家波的水晶椰蛋梦，伫百货公司的头前提供予民众来翕相，佮有打卡。这摆周边的商品真多，除了一寡生活用品以外，佮有绿挂式的高水造型咖啡包。伫现场可以当用家己的名来制作姓名贴。那这是星光3月台南中山店独家取得人气贴图咖波的快闪店。那这次是首次的城市巡回特展耶诞跨年限定展。那本次会有许多冬季新品，还有限量商品的手办。然后这次我们在户外也会有展出咖波的耶诞装置，那它是全台唯一3米高的咖波耶诞造型水晶球。那更会在12月26号的时候，耶诞造型的咖波首次见面会。那欢迎各位朋友在即日起到我们1月6号这段期间，可以到星光3月台南中山店的12楼活动会场现场参观我们的咖波限定快闪店。谢谢。这摆佫推出中山店限量100只的彩色招财卡波钱筒啊，并伫咧12月18号甲19号限量来上市。加上最近天气较冷，佫有高水造型的卡波印花毯啊，佫有造型枕头，欢迎市民朋友伫咧12月6号到1月6号的期间，来到活动的现场做伙来打卡翕相来选礼物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